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耶利米书第26章第1节到第15节，使徒行传第17章22节到3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审问。耶利米先知是一位忠心的主仆，根据先知的角色以及任务来看，他所宣讲的上帝预言的内容，并不会是一些顺耳的话语，甚至是逆耳之言。那为什么我们说耶利米是一位忠心的仆人呢？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：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开始做王统治犹大国的时候，上主对我说：你要站在圣殿的院子里，把我命令你说的话向那些犹大各城镇前来礼拜的群众宣布，一句也不可省略。如果他们肯听，肯离弃邪恶的道路，我就取消他们的恶行，要加给他们的毁灭。而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第25章的记载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：因为你们不听从他，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：这片土地要荒废，成为令人恐怖的地方。列国要臣服巴比伦王70年。70年后，我要因巴比伦和他的王所犯的罪惩罚他们。我要消灭这个国家，使它永远荒废。我要用我的宣布对付列国的灾难来惩罚巴比伦。这些一一记录在这本书里的灾难，我已经吩咐耶利米宣布了。我要照巴比伦所做的报应他们，他们要被列强和他们的大君王奴隶。圣经在耶利米书26章的记载当中，耶利米又说道：上主吩咐我转告人民，我上主这样说：你们要遵行我赐给你们的法律，听从我仆人先知们的话，服从我。我一再派遣我的仆人先知们向你们传话，你们总是不听。如果你们继续违命，我就毁灭这个圣殿，像我从前毁灭示罗一样。世界各国都要用这城的名字作为咒语，因为先知的忠心呢，他所传达上帝的这个预言，对于这些背离上帝的以色列人之警告，也成为了以色列人耳中逆耳之言。因此以色列人就预备来公审他，上帝的仆人耶利米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一说完，他们就抓住我，对我咆哮说：你该死！你为什么指着上主的名宣布这个圣殿要像示罗一样的毁坏？又说这城要成为没有人居住的废墟。
于是群众把我包围起来。犹大国的官员听见这事，就从王宫赶到圣殿，在西门开庭。祭司和先知们向官员和群众指控我，他们说，这人应该处死，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。他们都亲耳听见了。然而，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，但是先知耶利米仍然勇敢，就像保罗一样。他们穿戴着上帝，或者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的军装，他们勇敢的面对，因为他们都是忠心的主仆。他们不畏惧人们的攻击，不畏惧政治制度上的压迫，更不害怕庭前的审问，因为他们所依仗的就是耶和华上帝的权柄。他们所传讲的是上帝的真理与旨意。耶利米这样对那一些攻击他的人说：至于我，我在你们手中，你们认为怎样待我才算合宜公正，就怎么样待我好了。不过你们要知道，如果你们杀害我，你们和这个城以及城里的居民都要偿付杀害无辜者的血债，因为我是由上主差遣来警告你们的。先知耶利米他根本不畏惧这些人的审问，因为上帝的审判就在后头等着呢。如同保罗，他也不畏惧那些希腊的学者啦，希腊的哲学论述啦，他更不畏惧罗马的王。在面对审问的时候，仍然在他们面前传讲复活的基督，因为主的日子将要来临。使徒行传第17章22节到33节记载了保罗因为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他就被抓了，抓到这个雅典市郊的一处山冈上面。这个山冈称为亚略巴谷的地方，他们来审问他。然而保罗却趁机谈论到雅典的城内有一个祭坛，写着卫士之神。保罗来跟他们谈论救恩、复活的基督。在当时，当然有人讥笑他，但同时也有人相信了，就成为了基督徒。耶稣基督曾经告诉门徒们他们将要面对的处境。他教导劝勉门徒这样说道：当心，有人要逮捕你们，带你们上法庭，在他们的会堂里面鞭打你们。为了我的缘故，你们将被带到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受审问，向他们和外邦人见证福音。你们被审问的时候，不要担心说什么或怎样对答。那个时候，上帝会指示你们该说的话。上帝要透过这样的机会，让这个以为可以审问主的仆人的人们听见福音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。面对审问的时候，正是我们传扬主福音，
见证主救恩的好机会。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我多么爱慕你的法律，我整天不断地思想它。你的命令时常在我的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更明智，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通达，因为我思想你的教诲。我比老年人更有智慧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命令。我远离了一切邪恶的行为，因为我要服从你的话。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诫，因为教导我的是你。你的训言那么甜美，在我口中比蜂蜜更甜。我从你的法律获得智慧，因此我憎恨邪恶的行为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在与人论断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有你的智慧、能力、平安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将真理与人分享，领人归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